讲到设计立体吼，大先阮就要先设计伊的骨架，骨架，字吼甲人共款，嘛是有基骨的哦。啊，亲像阮就会安尼设计骨架了后，阮再来洗肉，洗肉呢就是笔画的意思啦。所以讲，这是定定的骨架，啊，搁斜斜的，甲平常时拢无共款，啊，搁生一个粗粗的肉，就足大声的。哦，所以这是伊的骨，啊，这是洗肉了后。对，啊，毋过吼，这个立体真正足好看的，这叫什么名？这套立体叫做自然体。以早吼，定定有迄社会运动的时阵，我嘛有去参加。毋过迄时阵发现讲，我若是要做一个海报。会当选的立体其实真少，啊，逐个声音拢细细声啊，啊，我想要一个足大声甲讲，我想要甲你抗议，啊，煞设计这款足粗勇啊，足大声的立体。啊，你们着甲阿高讲的共款，看起来就足大声的。对啊，你若大声写抗议用你这立体，看起来足大声的，啊，若用迄闪闪的伤细声。对啊。哦，因为你生活当中你有需要。所以你看无迄种你要用得到的立体，你就家己设计。对，我就家己设计。哇！